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现主时这个时代，无论是囡仔，或者是有岁时代，差不多大家拢会用到网络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网络的网。这个网本来意思是用锁啊绑做直的环的线，用来掠动物、掠鱼、掠精神的家私，像咱讲网啊。另外，山门较早的人讲是网啊门，也有网做动词，会当讲是用网啊掠动物这个动作，像咱讲网鱼啊。啊，若是现代电脑线路通信相关的设备，咱讲是网络、网际、网站、网址。另外，文音读做网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做拍网，这个意思就是甲鱼网啊拍出去掠鱼，或者是掠动物。第二个词，咱看到读做网啊门，即嘛有人直接讲是山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讨海人趁无出海、无拍网啊、无掠鱼这段时间，卡放伫山门头前的鱼网啊，摕出来拍拍的捕破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网，另外一个文音读做网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